继续来看这个代替开1000万，委托到苗栗县政府来改造到白沙屯火车站的站体，来打造全台湾唯一的一个马祖的火车头。 景亮一响，火车自车头出发，边会使看到3尊古锥的 Q 版妈祖神像。全部拢详细一看，连天桥拢有印妈祖庙符互停箱，边的电梯阁有万人光桥的相片，敢若是来到白沙屯妈祖绕境的现场，互游客想要翕相。车头的妈祖意象，行入去车头就看得出来。车站后妈祖的圣母悬搭吊咧，门口阁有妈祖和千里眼顺风耳 Q 版的神像，和电梯意象相片天桥造景，营造出白沙屯妈祖进香的气氛。水站，有创意，觉得很新鲜，来得早不如来得巧。这是伫苗栗白沙屯火车头，因为在地通宵的白沙屯宫天宫妈祖行到云林北港调天宫进香，已经变做代表台湾宗教的一大国际盛事，连外国人拢会来参加，所以代替开1000万委托苗栗县府改善白沙屯车站的站体，打造全台唯一一个妈祖车站。当然地方政府如果有特别的需求，可以跟我们来讨论。苗栗县府讲，伫通宵除了改善白沙屯车头变做全台第一个妈祖火车头以外，未来嘛继续争取经费改善境内其他的关海步道，让大家一踏入去通宵，就会使感受到地方的文化特色。